那边去凯道一批这个现场，发现讲有听无华语的外国人去遐参加，有学者就怀疑讲是南洋的立委郑正乾违法动员义工，要甲检方来告发。不过郑正乾是强调讲，来参加的拢是有身份证的外籍配偶或者是新住民的第二代，内底并无义工。请问可以接访你吗？你啊，来喂。伫树立了凯道一批现场，向一寡伫国民党立委陈正乾无啊的民众要进行采访，访问的人敢听无国语，有时找一个敢若使用越南语的民众斗相共翻译，对方则用中文回答讲受这哥哥传阮来。这段画面伫网络内流传，学者林志杰质疑陈正乾动员外籍义工上凯道，牵涉违法，要向检方来告发伊。动用外籍人士去参与选举罢免的造势、游行跟活动是违反选举罢免法的。那么同时，外籍的人士如果说今天没有经过许可去雇佣他，这个也是违反就业服务法。对着学者指控有参加一会新住民20日下晡是到民进党新竹市党部交这个抗议书，抗议民进党歧视新住民，应该向新住民族群公开核实的，也要求林志杰撤回此案指控。陈正乾办公室时发出声明讲，这参加的人拢是自由参加的，活动因为如何，支持者甲服务团队吐无来滴。也强调，参加的人拢是有咱国身份证的外籍看守，也有新二代，无义工参加。国民党新竹市党部也好林动员强调，这个所有参加的人拢是自由响应的。因为车辆比较紧张，没有办法参与。我们其实鼓励他们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自行前往。对，所以其实真的没有特别动员。就业服务法明文规定，移工来到台湾工作，是要申请工作许可，不能够去从事没有经过劳动部许可的工作项目。对着指控，劳动部强调，依据就合法的规定，头家袂使指派聘请义工来做许可范围以外工作。若属实，相当会使采取15万块罚款，甚至废止这个聘请许可。也强调会加移民署到店来查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